仲諗住換電器要自己搲荷包。聽住啦，而家有一個超大嘅好消息要同各位老友記，仲有低收入家庭嘅朋友分享。你可能一直以為啲補貼得綜援人士先有份，咁你就大錯特錯啦。今日我要話俾你聽，原來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朋友，一樣可以申請中電嗰個節能家電更換計劃。呢件事真係好緊要，因為資助額最高係2700港幣。如果你係符合特定條件嘅一類人士，資助額甚至可以達到5400港幣咁多。我知大家最關心就係點樣申請，去邊度申請，仲有大埔宏福苑嘅街坊係咪都有份？今日呢條片我會由頭到尾，逐字逐句拆解俾你聽。你要做嘅就係攞定紙筆，記低啲關鍵資訊，或者直接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嘅老友記，因為呢啲真係錢嚟㗎。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呢個計劃嘅背景。中電推出呢個全心全電節能家電更換計劃，目的就係想幫一啲基層家庭將屋企啲舊、好電量高嘅電器換成一啲節能效果更好嘅變頻電器。大家知唔知點解要強調變頻？因為以前嗰啲舊式冷氣或者雪櫃，一開就好似食電怪獸咁，尤其係2026呢啲年代，電費只會加唔會減。如果我哋仲用緊20幾年前嗰啲舊電器，每個月交電費真係心都痛埋。所以中電就撥出一大筆錢，專門資助合資格人士換電器。以前好多人都以為呢啲咁好嘅福利一定淨係得領取綜援嘅人先有份，但今年2026年度嘅消息已經好明確，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即係我哋俗稱長津嘅老友記，只要你係年滿65歲或以上，就已經踏入咗申請嘅門檻。講到資助金額，呢度真係要聽清楚。一般合資格嘅住戶，最高可以獲得2700港幣嘅資助去換一件新電器。呢2700蚊可以點用？你可以用嚟換一部變頻冷氣機，或者換一部1級能源標籤嘅雪櫃，甚至係洗衣機或者電熱水爐都得。但係點解我頭先話有啲人可以攞到5400蚊？呢個就係重點啦。如果你屋企係有超過一位合資格人士，或者你係屬於中電特別支援嘅一類特定群組，例如一啲極端貧困或者有特殊醫療需要嘅家庭，透過社會福利機構嘅特別推薦，你係有機會申請到2份資助，加埋就係5400蚊。雖然大部分人係攞2700蚊，但對於好多老友記嚟講，呢2700蚊已經足夠你換一部好靚、好慳電嘅新冷氣，過一個涼浸浸嘅夏天。我哋具體睇下可以換啲乜嘢。第一樣最受歡迎嘅一定係變頻冷氣機。好多老友記屋企部冷氣仲係嗰種窗口式，嘈到拆天，又唔凍又食電嘅舊款。變頻冷氣嘅好處係佢會根據室溫自動調節壓縮機嘅轉速，唔會好似舊式冷氣咁一係就全速行，一係就停，咁樣一開一關其實最好電。換咗變頻冷氣，你每個月嘅電費起碼可以慳返30%到40%。第二樣係雪櫃，如果屋企個雪櫃已經用咗超過10年，其實佢入面個密封膠邊可能已經硬化，冷氣不斷流失，雪櫃就要不斷行嚟維持溫度，呢度又係一筆冤枉錢。第三樣係洗衣機，而家嘅洗衣機唔單止慳電，仲好慳水。最後一樣係電熱水爐，如果你仲用緊嗰種好舊式、加熱得慢又危險嘅熱水爐，趁住有資助真係要考慮換咗佢，安全之餘仲可以即開即有熱水。大家最想知嘅一定係點樣申請。首先，你一定要係中電嘅住宅客戶，即係你張電費單係中電發出嘅。如果你係住喺港島區或者南丫島，由於係港燈嘅範圍，就唔適用於呢個計劃啦。呢個係中電專屬嘅福利。符合資格嘅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嘅人士，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長津嘅人士，領取傷殘津貼嘅人士，或者係經由社會福利機構核實為低收入家庭嘅人士。特別要提一提，2026年嘅申請程序更加人性化，中電同好多地區組織合作。如果你唔識填表，可以去一啲地區支援中心揾人幫手。講到呢度，就要提下大埔宏福苑嘅街坊啦。點解標題會特別提到宏福苑？因為宏福苑近期有一啲專門針對長者同基層家庭嘅支援措施，有啲區議員同埋地區組織特別喺宏福苑設立咗諮詢站，專門幫街坊填呢啲換電器嘅申請表。所以如果你係住喺宏福苑，或者你附近有親戚朋友住喺嗰度，記住提醒佢哋唔好錯過呢個機會。
其實唔止宏福苑，好多舊屋邨或者居屋屋苑，只要你有合資格嘅長者生活津貼證明，都可以去申請。申請嗰陣有幾樣嘢一定要帶齊。第一，當然係你張中電電費單，最好係最近3個月內嘅，上面要有你個戶口號碼同名。第二，就係你嘅身份證明文件。第三，係最緊要嘅，就係你領取津貼嘅證明文件，例如社會福利署發出嗰張津貼通知書，或者銀行存摺顯示津貼入帳嘅記錄。如果你係2026年先開始攞長津，你就攞返最新嗰份文件就得。如果係年滿65歲以上嘅老友記，最好帶埋張長者卡。關於申請中心嘅地址，呢度我要詳細讀俾大家聽，因為好多人網上揾唔到。中電喺幾個主要地區都有合作嘅申請中心，例如深水埗、觀塘、元朗同屯門。深水埗區係基層家庭集中地，佢哋嘅中心通常喺元州街附近。觀塘區就喺開源道嗰邊有辦公室。如果你喺新界區，元朗同大埔都有指定嘅 NGO 中心幫手收表。不過最直接嘅方法係你打去中電嘅熱線查詢，或者直接去你附近嘅區議員辦事處，佢哋手頭上通常都有晒最新嘅地址同埋表格。記住，呢個計劃係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唔係你想申請就隨時有。如果當年嘅撥款用晒，你就要等下一年，即係2027年先有機會㗎啦。我仲要提醒大家一啲細節，呢個資助唔係直接俾現金你，而係當你個申請批咗之後，你會收到一張類似券或者通知書，你要去返中電指定嘅電器供應商度揀電器。你揀好咗之後，中電會直接將資助額扣除。如果部電器係3000蚊，資助2700，你只需要自己補返300蚊就得。而且資助仲包括埋基本嘅安裝費同埋收走舊電器嘅費用，即係4電1腦嘅處理。呢一點真係好貼心，老友記唔使煩惱點樣搬走部舊冷氣或者舊雪櫃。如果你係屬於我頭先講嘅一類人士，即係可以攞到5400蚊資助嘅，通常係指一啲家庭成員入面有多過一個合資格嘅殘疾人士，或者係屬於極度貧困且有嚴重醫療需要嘅個案。呢類申請通常要經由註冊社工去評估同推薦，手續會稍微複雜少少，但資助額多1倍，對於改善生活環境真係好大幫助。我再重複一次個重點，唔好以為攞緊長津就無份。以前好多人以為長津係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先有，但而家政府已經將長津合併，只要你係攞緊長生活津貼嘅65歲以上長者，你已經具備咗申請資格。如果你今年係66歲、67歲，甚至已經80歲、90歲，只要你住喺中電供電範圍，你就有權去爭取呢個福利。呢個計劃係2026年度嘅重點項目，旨在幫助大家應對極端天氣，因為夏天越嚟越熱，如果長者屋企部冷氣壞咗或者唔捨得開，好容易會中暑。呢個資助係救命錢嚟㗎。至於宏福苑嘅街坊，我再補充少少，宏福苑因為有地區團體嘅積極推動，佢哋甚至會安排專人上門幫一啲行動不便嘅老友記影相記錄舊電器嘅型號，再幫手填表。如果你屋企人喺宏福苑住，記得問下樓下個保安或者去業主立案法團、區議員辦事處問下，睇下最近有冇呢類集體申請嘅活動。集體申請通常批得快啲，因為文件處理比較集中。大家申請嘅時候仲要注意一點，就係你換嗰件電器一定要係1級能源標籤。如果你揀咗部2級或者3級嘅，中電係唔會批資助㗎。點解呢？因為計劃嘅初衷係節能，如果換完部新電器都係咁食電，咁就失去咗意義。所以你去電器鋪揀嘅時候，一定要同店員講清楚，話你係申請緊中電節能家電資助嘅，佢哋就會帶你去睇返合資格嘅型號。而家市面上大部分主流品牌嘅變頻冷氣、雪櫃都已經係1級能源標籤，所以選擇其實好多，唔使擔心冇得揀。另外，好多老友記問，如果我已經攞咗政府嘅其他電費補貼，仲可唔可以申請呢個？答案係絕對可以。電費補貼係扣減你嘅電費賬單，而呢個全心全電係資助你換硬件，兩者係無衝突嘅，所以你係可以雙重獲益。諗下，換咗部慳電冷氣，電費平咗，再加埋政府嘅補貼，可能你成個夏天都唔使點交電費，咁樣先至係真正嘅精打細算。
講返啲申請中心嘅具體運作時間，大部分中心都係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有啲中心星期六上午都會開門。建議大家去之前，最好先打個電話去預約，或者問清楚今日仲有冇位。因為2026年初呢段時間，申請人數通常會比較多，費事大家老遠去到又要排長龍。仲有一點好緊要，就係舊機換新機。呢個計劃規定你一定要有一部舊嘅電器喺度，證明你係有需要更換。例如你想申請換冷氣，你屋企一定要原本就有一部冷氣，無論壞唔壞得。如果你本身屋企係冇冷氣嘅，咁就未必符合更換呢個定義，呢一點大家要留意。但如果你部機係2020年或者更早之前買落，而家已經唔係好夠凍，咁就完全符合條件。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如果我係租屋住嘅，張電費單係業主名，咁點算？呢個情況就比較尷尬啦。通常中電要求申請人必須係電力戶口嘅登記人，或者得到登記人授權。如果你係租緊劏房或者私人樓，電費單唔係你名，你就需要揾業主幫手填一張授權書，或者證明你係嗰個單位嘅實際居住者同津貼領取者。呢方面如果你有困難，最好揾社工幫手協調，因為過往都有唔少成功案例係透過社工介入而獲批嘅。我喺度再強調多次，2700蚊資助真係唔好嘥。我見過好多老友記，屋企部雪櫃用到雪格都閂唔埋，入面啲嘢食都變晒味，仲死撐住話仲用得，唔好嘥。其實你唔換先係最大嘅浪費，因為部機效率低，電費貴咗之餘，嘢食壞咗食壞肚皮仲唔划算。而家政府同中電出錢幫你換，你只需要出好少錢，甚至唔使出錢，就可以換到部全新、有保養又慳電嘅電器，點解唔做呢？仲有，如果有人同你講話要收你手續費先幫你申請到，千萬唔好信。呢個計劃係完全免費申請嘅，所有中心、所有區議員辦事處或者中電本身都係唔會收你任何申請費用。如果你遇到有人話要抽佣或者收手續費，嗰啲一定係騙子，記住要提高警覺。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福利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如果你聽完呢條片，覺得自己或者身邊嘅人符合資格，即刻返去揾返張電費單同埋領取長津嘅文件出嚟。如果你係住喺大埔、深水埗、元朗呢啲地區，尤其係宏福苑嘅朋友，行動要快啦，因為每一年嘅名額真係好快爆滿。如果你錯過咗2026年嘅名額，可能就要等2027年，到時啲電器可能又加咗價。大家記住，呢個資助計劃嘅覆蓋範圍好廣，變頻冷氣、一級雪櫃、節能洗衣機、電熱水爐，只要你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綜援或者傷殘津貼，你就有機會攞到最高2700蚊，甚至係一類人士嘅5400蚊。呢啲資訊真係非常實用，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改善生活質素。唔好再猶豫啦，今日就去問下，或者幫你屋企個長者 check 下。如果你對申請程序仲有啲咩唔明，或者你想知更多關於邊款冷氣機最慳電，邊款雪櫃最耐用，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會盡量收集更多資訊再同大家分享。我知大家最想聽嘅就係呢啲實實在在嘅優惠，我會繼續幫大家留意住全香港各類嘅資助計劃。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或者你覺得啲資訊對你身邊嘅人好有用，記得要分享出去。尤其係嗰啲唔識上網睇資訊嘅老友記，佢哋最需要我哋去提醒。可能你一個簡單嘅分享，就幫佢哋慳返幾千蚊電器費，仲可以令佢哋生活得更舒服、更安全。關於申請中心地址嘅更新，我會持續關注。目前最穩定嘅途徑依然係去中電位於旺角或者元朗嘅客戶服務中心，佢哋嗰度有專櫃處理呢啲節能資助嘅諮詢。不過正如我頭先所講，地區嘅 NGO 中心往往更方便，因為佢哋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務。大家去之前，記得一定要帶齊我頭先講嗰3樣簿：電費單、身份證同埋津貼證明文件。喺呢個通脹咁勁嘅年代，我哋更加要學識點樣運用社會資源去減輕負擔。2026年，無論係2700定係5400，都係一筆可以幫到手嘅大數目。大家加油，
希望各位都合資格申請到，換到自己心水嘅新電器。我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記得行動要快，手快有手慢無啊！諗返轉頭，呢個計劃其實係一個雙贏，中電可以減少整體電網嘅負荷，我哋就可以慳電費，換新機。如果你屋企個熱水爐仲係10幾年前嗰種，成日忽冷忽熱，趁住有呢個機會換個電子恒溫嘅電熱水爐，沖涼都爽啲啦。洗衣機又係，以前啲大眼雞或者頂歇式，洗起衫嚟好大聲，而家換部變頻嘅，靜到你都唔知佢洗緊衫。呢啲生活質素嘅提升，係錢買唔到嘅舒心。最後嘅最後，我再次呼籲大家，尤其是大埔宏福苑嘅街坊，一定要留意最近屋苑入面嘅通告，或者去揾相關嘅社區組織查詢，唔好等名額滿晒先嚟後悔。如果你想我幫你查下邊個申請中心離你最近，你都可以留言話我聽你住邊區。大家保重身體，尤其係老友記，記得夏天要開冷氣，唔好慳嗰少少電費，健康先係最重要。而家有咗呢個資助，換咗部變頻機，電費都唔會好貴㗎啦。祝大家申請順利，換到部靚電器，開開心心過日子。如果你仲有任何關於呢個計劃嘅細節問題，例如我以前申請過，而家可唔可以再申請？或者我搬咗屋，個戶口名唔同咗得唔得？呢類問題，你最好係直接打去中電嘅節能熱線。不過一般嚟講，如果你呢幾年都冇申請過，而你而家係合資格人士，咁成功機會係好高嘅。至於搬屋嘅情況，只要你而家係中電登記客戶，而你未曾喺新地址領取過呢項資助，通常都係冇問題嘅。唔好忘記，2026年係一個充滿挑戰嘅年份，但亦都係充滿機遇嘅年份。政府同大企業推出呢啲支援措施，我哋一定要識得去利用，唔好怕麻煩，填張表啫，換嚟幾千蚊嘅回報，呢份工去邊度揾？老友記們，叫你哋啲仔女或者孫仔孫女幫手上網睇下，或者直接攞住張電費單去問人。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大家聽得明白。如果你覺得內容夠詳細，請記得俾個讚支持下，亦都歡迎你將呢個咁重要嘅信息轉發到你嘅長者 WhatsApp 群組，等更多人受惠。我哋下次再見。